嗱，啱啱嗰班街坊咧就俾人偷偷地呃咗啲金嚇，而湖北有位小陳呢，就俾人唔聲扣咗38000蚊。去銀行一問原因，係小陳更加莫名其妙啊！說因為我是撫養費或者超生的問題，就把我38000塊錢已經強制扣除了，一次婚都冇結，我談何超生呢？那就說明計生委的他的這個承受社會撫養這個責任。要是很好，心理出生這個家庭是都是對。從發現超生到強行扣錢，開出好多嘅文件。不過奇怪嘅係，呢啲文件上小陳嘅年齡咧都唔一樣。小陳戶口簿本身係27歲，而徵收社會撫養費決定書上，佢嘅年齡寫嘅係30歲，而喺徵收社會撫養費審批表上面寫嘅佢係37歲。咁明顯嘅問題點樣解釋呢？可能是他的戶籍打錯了，如果戶籍打錯了的話。經過調查，原來超生嘅確實唔係呢位陳建華，而係另有其人。計生委就表示會即刻退還小陳38000蚊嘅扣款。嗱，未結婚被超生一句，哦，我哋搞錯咗，跟住就冇咗下文啦。咁受害者嘅名譽損失點計呢？仲有跑呢個部門、跑嗰個部門啲咩交通費啊、腳骨力又點計呢？事件嘅影響係咪真係退翻嗰38000蚊就萬事大吉呢？嗱，小陳個人損失都仲事小嚇，派出所、計生委、法院幾個部門一錯再錯先事大。年齡有出入呢啲咁顯淺嘅問題，你話咁多個環節都冇人留意到，係粗心大意定係唔想深究、冇眼屎乾淨盲呢？嗱，咁嘅工作態度講句唔好聽啊，我哋啲納稅人呢，寧願將嚿錢抌落鹹水海，都唔想養住你哋。